来到图书馆感受册旁的气氛，迄个是将亲子共读用伫生活当中温馨，拢是一大享受。根据台南市2024年阅读统计调查，借册量比前一档有成长6.8%。你今年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响应4月23世界读册日，嘛应景推出借册得上金属造型的玫瑰花竹叶来鼓励。图书馆表示，民众不管是透过手机借册，或者是实地到图书馆柜台，对今仔开始到4月27这段期间，将累积10本的销送。搭配一个借10本书送金色玫瑰书签的一个小活动，然后借由在阅读，然后在书香中体验到我们阅读的乐趣。那图书馆的话，就是有各种各式的不同主题的书，那欢迎读者民众们就是多来到图书馆阅读，感受一下我们读书的一个氛围。4月23活动头一天，全台市45间公共图书馆开始同步对换，对着亲子特别有感。希望借此鼓励囡仔爱读册，自细汉的种下阅读的种子，可以让孩子知道，孙子啊、小朋友都知道说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可以看书，而且可以把书借回去之后呢，还可以累积，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可以顺便带回家。那平常我们都会常常带孩子来、孙子来这边看书，他们都很喜欢。借阅一定数量的书本就可以换小礼物，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，它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效果。因为其实小朋友他们那个礼物不需要很贵重，只要一个很简单的小书签啊，甚至其实小贴纸他们都很喜欢。可是借由这些礼物可以促进他们有阅读的欲望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推广册旁城市，今年嘛将对象设定55岁以上的长辈，推出8节园艺治疗加艺术疗愈课程，好时段对亲近事物加自然达到疏解压力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